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7月1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8篇24到35节，撒母耳记下卷第3章12到16节，使徒行传第23章12到3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以上帝为王。7月2号，我们刚搭飞机回到台湾的那一天，发生了令人伤心的一个火灾事件，就是位在彰化的防疫旅馆，某一个防疫旅馆呢发生大火，造成了4个人死亡的惨剧。其中呢有一位是从泰国回来台湾的宣教师陈建光传道，发生了这样悲惨的事件，竟然在背后还有一些酸民这样子来取笑。他说一定是他的耶稣忘记告诉他要记得要逃。相信任何有良心的人看到这样的酸民的留言，一定感到不愉快，甚至愤怒。我们一定会想说，怎么会有这么样的人，没有良心的人，在别人丧失生命的这个事情上面，还我们说的在伤口上撒盐巴。其实不止这些所谓的非基督徒酸民会去揶揄其他的信仰基督教信仰，其实政治也是如此全世界都在看台湾的防疫，他们都说台湾的防疫是奇迹过去1年多，甚至这一次的疫情的控制。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奇迹，就是酸民特别多好像什么都可以骂，什么都可以讲，还打着这个爱台湾人民的理由到处放火。像这2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疫苗消息，就是台湾有2间非常著名的电子公司他们个别购买了500万剂的疫苗要赠送给台湾。结果竟然有记者以假讯息来质问中央防疫指挥官说，有消息说这2个公司都要为自己的员工先保留某个部分的疫苗，为什么？但事实上，我们如果去看他们的签约，行政院的公告，这2家公司与台湾政府的签约是100%的捐献，都由中央防疫中心呢统筹安排，所以这个是完全的假讯息，可是就是公开这样子的攻击就连其实不止这一些啦就是说我们说非基督徒啦、政治人物啦，或是政客连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会时常以这个自以为是的想法、观念、做事的方式呢来做事情，甚至很多事情都是损人不利己，他们也是做的我们看到保罗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也曾经自以为是，迫害基督教徒，迫害教会，他还以为他自己是为了上帝尽心尽力的在做，并且还感到非常的荣耀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打着我为着上帝的名号，但是事实上是在做自己的事情。礼拜天的主日信息里面听到杨牧师提到说，有人家里重新整修啦，设备更新啦，就将换下来的家具啦、乒乓球桌啦，甚至其他的所谓的大型的物品捐献了给教会这些旧的东西听说呢有一间小教会，大概几十个人的聚会的一个教会，总共有7张乒乓球桌，
全部都是免费的，全部都是会友的家里面呢，后来就没有人再打了，所以呢，大家好像不约而同的就把家里的这个乒乓球桌就通通捐献给了教会。据说这一间几十人聚会的教会，打乒乓球的人数只有4个人，7张桌子。大家都讲着说我们要捐献奉献，好像是为了教会的上帝的教会，但是呢，他们却从来没有问说教会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或是针对教会的需要来奉献金钱，或直接买新的奉献给教会。这种事情发生到最后，教会倒有一点像二手货的收集场。我们这几天谈到了保罗被捕的事情，他是被设计陷害的，如同当时候耶稣基督被抓，被提到公会，在希律王面前受审，后来又被移送到这个比拉多的面前受审，被定罪而死。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杀死了耶稣，但是其实事实上这背后有一大票打着上帝的名义，这当中有恶名昭彰的祭司长，有法利赛人，有军学士，犹太教的整个的群体。他们虽然送耶稣基督到希律王的面前受审，又被推给了比拉多来受审，来审问，并不是因为这一些人很尊重当时候的体制，其实因为他们是无权的。圣经告诉我们，比拉多问，你们自己去带他去啊，按着你们的律法来审问他。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8章31节。再听一次，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不是说审问哦，是已经直接定耶稣是死罪了。好，所以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了，到底是谁杀了耶稣？是谁害了保罗？从表面上看起来，耶稣是罗马巡抚比拉多，因为他判他死刑，上了十字架。根据圣经的记载，保罗是死在罗马，而表面上看起来是罗马的政权，但是真正的背后的杀手却是那一些自认为代表上帝的，我们说基督徒或是犹太教徒。他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但是他们以嘴巴害人，害上帝的奴仆，这些人是上帝的选民。其实这样的记载提醒我们基督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是否真心以上帝为王，还是我们只有很习惯的假传圣旨，借刀杀人呢？害死耶稣的基督徒，这些犹太教领袖们，他们就是如此嘛。他们当时候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假借上帝之名，说耶稣干犯了上帝，并且借着比拉多的权柄，比拉多的权柄就是所谓的刀，所以他是借刀杀人。他们杀了他们不喜欢的人耶稣，让他们没有面子的敌人耶稣，因为耶稣都说实话给他们难看。其实在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把保罗送交被捕之前，这些假借上帝名义的犹太人呢，早就已经先定了耶稣跟保罗的死刑了，不是吗？
罗马军队的千夫长，我们说指挥官，却是比这些犹太人更清楚，所以因此他派了众多的兵力来保护保罗，以确保保罗的罗马公民的身份能够得到公正的审问及判决。因为千夫长他尊重罗马皇帝为王，他尊重这样的一个律法制度，而犹太教的领袖们却不尊重上帝，不以上帝为王，他们是以自己为王。他们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其实他们就是要有那个权柄。我们应当学习玛利亚尊主伟大的心，我们要学习大卫向山举目，我们要学习以诺与上帝同行，要学习挪亚与上帝同工，让我们能够确确实实的认上帝为王。